希腊神话里，女神达芙妮为了拒绝太阳神阿波罗的追求，化身月桂树。她在伤心欲绝的情况下，还取她的枝条，并且赋予她永远年轻美丽，所以她永远年轻，永远茂盛，永远容光焕发。看起来不起眼的月桂叶有代表荣耀的名字，还有独特的香气。因为这香让一个年轻人告别都市，开始种树。在地中海沿岸才有的月桂，因为它首度在台湾种出规模。范文兴花了2年插签、驯化、繁衍3000株月桂。庭院里醒目的烟囱里头，月桂正发挥奇妙效用。一般德国猪脚它是用煮的，我们是用蒸的情况下，它是损失的肉质会比较多。可是它能够真正的把筋这种半筋半肉的感觉给它提带出来。拿月桂取代亚硝酸钠浸泡的猪脚，蒸几个小时，全等这一刻。用月桂入菜调味，酸涩苦味都会消失，真像神话般神奇。专注的实践香草梦，以月桂打响名号的餐厅民宿，要继续开发月桂更多元的用途。大家鼓励我，我就做出这样子的事。对。那朋友50多，朋友不用多啦。对，共有路张葱优啦。哎呀，谈得来比较重要，谈得来最重要，而且会给你灵感。是，而且会给我建议，给我鼓励。带着神话色彩的月桂，用在食物当中，还是个天然的调味师。而全台湾现在也只有范文兴种出了成绩。而这个大家称为不像农夫的农夫，还有个远大的梦想，他希望能够克服气候上的限制，让这个地中海型的植物在台湾各地也能够遍地开花。朋友50多，共有路张葱油。朋友50多，共有路张葱油。